我即马要坐车去暖暖啊，因为遐离市区较远，所以看出去吼，感觉就无共款啊，树较济啊，搁有山，车顶的人嘛拢较少，就无像市中心遐遮客。啊，等下就要去外口行行咧，看无共款的家人。这看起来就偏僻咧，咱真正有农田。应该就是这吧。啊，环境足好诶，咱看到山。头家你好。啊，你好。我是伊莉，我有注文要来遮泥埔。好啊，但是你要泥埔进前，爱先捌一个大青。大青。我带你来看大青。好啊。看大青，但是爱穿雨鞋。穿雨鞋。嘿，我带你来换雨鞋。好，无问题。头家，咱今仔两个衫足像的呢。对，嘿，因为我这是大青泥。哦，你这泥的哦。对。哦，色足水呢。大青泥嘛会使泥真深。啊，这泥较浅嘛会使，在人介意的。哦。头家大青差不多拢生伫倒位啊？大青是阴性的植物。啊，所以伊爱种咧树仔骹。树仔骹。嘿，对。像迄种所在。啊，就喺这边。这边。咱落咧下骹，因为爱水汽真多的所在。啊，所以咱种咧溪仔边。啊，树仔骹，伊才活得会好。就这嘛。这个大青爱真多的水分。所以咱遮是雨水真高的所在，上适合伊成长。这个大青的色素真强，啊，这个肉肉的，你的手怎爱青色走出来啊？啊，但是伊甲空气接触，慢慢就变蓝色，大概到5分至10分，才紧哦就变色，变蓝色的啊。但是这个是伫咧清朝时代的。阮的祖先，阮对长山的一个安溪，移民来到遮，主要是开垦土地啦，开田种米，但是若要爱钱，爱种大青，做染料来卖，啊才有钱嘛，甲上发达的时，应该是伫咧1875，这台湾的外销数量是米甲土炭，对。但是金额是染料上多。因为这当卖较侪钱。对，透过海上的丝路、陆上的丝路，行销世界各地。啊，因为安尼，咱暖是大青生产重要的基地，所以暖有真侪好业人。拢是卖大青出来。所以有98000。98000，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讲狗会上10000块的，以前的上万就是现在100万啊，1000万不止超过亿个啊！但是上千的
还佫加一倍，哦，所以叫做98000种。所以阿伯你自细汉就拢看过大青。我细汉的时吼，已经无咧做大青啊。无啊。嘿啦，但是呢，大青这种学问呢，满世界拢有啦。哦，伊吼本身是消炎剂啦。而且这嘛是一个宝贝哦。因为伊的根呢，就是中药的板蓝根，增强免疫力的，防流行病的一种药啊。啊，你大青有了解吼？这就色水就愈来愈浅哦。啊，你已经了解，我带你来做 DIY。好。这就是你拄仔去看迄大青做出来的燃料，满10公斤啊，才会使做出遮。哦，10公斤做。再做安尼尔，对，嘿，所以就真贵诶。啊，咱色即马的足水。嘿，你其实会使摸看卖。摸看卖。哦，啊，等下就是用这放伫顶面来捏安尼。咱今仔要实验的就是用这新版的方式落去捏。新版，哦，啥物是新版啊？新版你念伊会使先经一寡你介意的花样。哦，就是已经有形，啊，咱甲用起哩安尼。对，咱再来拼凑一个图案起来。好啊，好啊。所以像这型染差不多偌久会当做好？新版吼要做好爱看天气，今仔天气就好诶。哦，咱新染因为这内底有石花，石花需要伊糊上去了，有搭咱再放在泥料内底，差不多1工就会好。所以你家己做这差不多做偌久啊？我家己做这，因为当初是因为兴趣来遮学，差不多学5年的时间。嘿，像我过去啊，我是咧做会计，咧会计师做工课。安尼哦。嘿，啊未40岁就老花，看电脑拢灰，所以迄当阵就想讲要换头路。哦，就来遮看遮风景较水嘛，对目睭较好。对，为了身体，我们可以找一些比较慢的事情。所以就来遮甲王老师学。安尼你讲到近差不多5档啊？差不多。感觉讲，即摆生活和以前做会计时阵有差足济哦。以前你做会计吼，台北迄个生活就是大项拢爱紧，一定袂使做唔对。那做唔对的所在，拢当做艺术，那无要紧。每一件都是唯一的创作艺术品啊。人客欢喜，看到人客这样欢喜，我嘛就欢喜。真的嘞。好，咱要捏之前啊，你先帮我提一下，我喷一下水。好，放落就好了吗？放落，慢慢让它吸附染料，慢慢，尽量不要折到，尽量不要折到。咱炒捏差不多7、8分钟，好，然后摕起来氧化定色，再搁倒来捏，捏炒4、5遍，伊的色水会较水。哦，爱遮一遍哦。嘿。色素开始定色伫咱内部的纤维内底。这泥布吼，一般的工艺品啊，我们都会染10次以上。所以染一块布啊，从制作染料到我们现在可以染，它花的时间真的蛮多的。老师，做了有水无？做了真水啊！安尼差不多爱搁等偌久啊？可能爱等一困啊。等者这个来氧化吼。我来带你来看青学。青学，对，是啥物？因为做大青吼，早期做外销，是一个真大的设施。因为青学拢爱做到溪仔边，因为引水较方便啦。这是算台湾上大的设施啦。3个院的原因吼，要浸2工半对无？对。咱头一工。浸遮，第2工浸遮，第3工浸遮，这落遮就爱糊个啊，就放落遐落个，第4工遮就搁浸，安尼一直顺环去，唔免你好困。就是较济轮班的，让较济班的意思。对，就是生产量上大的所在。做这像你讲的搞工、搞时间嘛，做辛苦的。为什么讲你搁遮拍拼，要互搁较济人知影这个染？
这个所在土地是家己的啦，吼，而且有这个大青，还佫有这青学，所以要传互较侪人知影，是讲退休啊，就做义娘啦，做义娘就是讲互一寡教学、国民学校的、国中的学生会当了解讲。也无化学品的进程，就是天然的原料，而且这是环保的，对皮肤有保护，所以值得提倡的。这是一个对土地感情的表现啦。这算作是暖暖家人的骄傲啦。对。